您能简单的给我们做几个示范？一开始你唱的是什么样的，到现在呢又是什么样的？或者是说，比如说学唱歌的人，他可能一开始就说容易忽略的问题，比如说在腔体里边什么地方容易就是他自己觉得对，但是其实呢是不太准确的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来，行，用几个最简单的那个练习，好吗？好。比如这么说啊，我当然现在已经记不得我刚开始对，的确是什么样，已经做不到那么细致。但就是说，因为它的变化就这样，还有一个就是学唱歌就是不能太着急在什么地方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，因为你以前是哇就怎么出怎么唱，知道吧？完了，他甭管是你怎么学哪种方法，你慢慢学以后，他肯定这里面的肌肉，甭管是对的还是错的，它会在发生变化。对，它这一变化以后呢，你就会忽然一下出各种各样的，一会儿破了，或者一会儿怎么了，一会儿呢，别着急。就因为你以前没用过，所以我们要花那么多年的时间，就要慢慢的从。而且我唱歌的时候呢，就是说本来就挺好，因为你已经有一个习惯这样唱歌，甭管是什么样的状态，你就习惯了，你一动它就开始就噼噜扑噜就乱调，完了后你把握不住，今天有了，明天就丢了，这一星期有，下个星期就整个就零都不是了，就觉得哎呦我本来还唱的挺好，你这时候别就是逃账，就是找人找自己跟自己过不去，或跟老师过不去。要冷静，一定要慢慢，所以我们这种唱法很难，需要时间。比如说啊，我以前我也不知道比如说，就是小时候或者就到刚进郭林碧老师班上的时候，我就经常练上就是这个可能啊，我也做不太的，大概其就是咿呀咿，可能就是这样的声音，最自然的，最自然的，他就慢慢的往里就开始掰，就可能也还是大土嗓这咿呀咿，就那个呀就是后边有一点，他已经让你进，就说从比如说这是嘴啊，你这么唱，他可能开始给你让你这么唱，稍微的力气点，稍微的力气点，再这么唱，对，再这么唱，就慢慢循序渐进，就一点一点从这儿就慢慢挪到里边儿，是吧？这已经花了20多年的功夫，从这儿才能慢慢从挪到这儿，还时不时的现在。由于演戏的过程，由于戏剧的需要，各内容的需要，一不小心，就做完了以后就也回不去，所以这又是什么？又是调整的过程，就你一辈子干一辈子，你得调整一辈子，他会养成一种习惯，慢慢就会养成习惯。就是我们最后说一张嘴，最后就有了，对，是大概期，但是。时不时的，它还会出现问题，因为你在唱不同的曲目，你用不同的情感的处理，它肯定要发生变化。因为这里头方法，你有方法，它是怎么说？它是最基本的东西都在，但每个歌曲的要求不一样，处理不一样，它的内容不一样，那你用的这个位置的深浅啊什么都会不一样，所以别紧张，别慌，但是千万不要拿所有东西去不拿这个去套所有的东西。完了以后呢，我就说慢慢就从这个就开始咿呀咿咿呀咿，就开始这样，就开始就这唱歌就巴巴拉开开，我就开始这样唱歌了。这已经给了一点点，但已经不是不是这样，就稍微就好点。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实际上是挺困难的，因为这么大一个土嗓，这么沉啊，就那么硬。慢慢的减，就让他减劲儿，就是给他掺假声，就在郭林碧老师混声的过程是很辛苦的，就那样了。郭老师给我慢慢弄，那我还那扑噜啪啦就破呀，就那么一点一点的动，都需要很长时间，辛苦的很，也是累啊，哭啊，有些时候就不敢睡觉啊，因为抓住一感觉就怕丢了，就老想唱，但是累呀，因为它是声带或者肉长的，完了以后就睡觉的时候就觉得那个心都放不下来，就是明天早上我还得出这样的声音，就这样，完了慢慢呢就开始就到就可以，最后我3年毕业以后就慢慢唱到，比如唱这样。Una voce poco fa， 但是现在不是你20岁的时候，所以那时候的声音还有点的贼亮。这个比较很年轻这样。完了以后呢，唱就可以唱到嗨发，也都唱。也在这个就那个时候呢，也没有完全在里边，也没有就在还是过渡阶段。在真声的基础上有了一些头声。对，这就慢慢过渡。完了后就开始进班上，开始在沈先生班上我上课呢，就开始就是
一就一就开始变一就不太就觉得就开始一就是真声跟假声在这打架，对那比例调不平嘛，对对吧？所以这时候呢，就是你气吸进去了，问题是这儿堵着呢，对，怎么能好好用出来？对，完了后呢，老师说呢，就说，哎呀，你把这个，比如说你把这喉咙打开，你把这喉咙给挤死了，哦，一打开这，这儿出去了，啊，就是挡不住气了。对，所以说这唱歌这个呢，又是一个就是不能特死板，就是不能说把这打开，然后把这忘了，就很机械的吸气，啊，完了以后把这堵上了，就说呢，就是因为我们人是活的。所以你这个你不能违背大自然的规律，所以我们这个东西也把它弄活，所以这需要很长的过程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在你的理解程度范围内啊，什么事都同时进行，同时进行。那你呢？就现在，比如说，就用这个哆来咪发嗦，就是做一个从最原始的那个大本嗓到你现在应该怎么唱，做一个过程吗？很简单，就是20年的事儿好像一对下子做不是了，但是我可以你试试试，我试试，这都是第一次。咿呀咿，唱着唱就咿呀咿，包括咿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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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概我觉得也差不多。我好像已经做不出来了，因为这个有点难，就是对，我只是想这个听得明显一点。对。